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关于欢迎收看1月30号中嘉台南电新闻。首先来关心市政总指询。去年伫下曾经引起500万位乡亲抗议的本色 MI 场重新启用议案，经过地方监管的反对，才暂时告一段落。相关议员陈文贤再次关心该案状况，批评业者搁再申请要求环保局严格把关。议员陈文贤表示，利用环保公司设定下年的本色 MI 场伫荒废15天后，去年底向环保局申请变更启用，不过因为地方烦恼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先例超过500位乡亲的自救会监管反对到底。相关议员质疑该案现况到底如何，要求环保局尊重民意，严格把关。这个掩埋场，大家拢咧杀啦，大家议员拢咧杀，干那你咧动啦？拄啊庙里遐主任委员甲委员伫遐啦，讲叫我唔通去啦，若要去用20-30个啊，所以怎啊庙里听一个像这个对地方利害关系，别个议员咧杀，干那我咧动，所以迄才有16台游览车，有诶佫坐袂了家己过啦吼。我是感觉讲，这到底会做袂做，你拜托甲我回答一下啦。好，迄个感谢议员的关心吼。即件咱政界最近的审的议员嘛有参加嘛吼，嘛有入席，人已经甲驳回啊啦。人已经驳回啊嘛，迄天结论就落啊，就甲驳回啊。驳回伊嘛可能会去念个申请，大家拢会惊啦。当然要申请一个物件，迄是人民的权利啦。对啦。阮会严格把关啦。共款为了环境污染，毒害子孙，议员陈文贤再次向市府签名，因为伫专业的农地所在地，地方拢毋知咧做啥物。不过根据了解，有涉嫌污染物头台，所以要求环保局加强稽查，协助地方清洁环境。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下一顺的议员洪玉峰甲蔡秀慧一开始就认定议长赖美惠是非法定天数选出来，表示无够格坐书记台，要求伊退席。接着这顺已经互现场气氛相当恢复，双方情绪拢压起来。两位国民党籍议员伫市政总指询当中，正靠市长赖清德倒向议长赖美惠，一开场就以无接受非法天数所选出来议长为理由，要求赖美惠退席，由议员王家珍来代理。不过赖议长打了真硬，坚持无要退让，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到底这顺时间到要暂停，场面相当难热。今天总质询100分钟，是我跟洪玉凤议员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希望你在上面当我们的主席，因为我们觉得一个非法定程序选出来的议长，我们不接受，所以请你下来。我们100分钟的时间给我还回来，议事人员，我是主席。议事人员，请你把100分钟还回来。我们。你是非法定程序选出来的议长，你是非法定程序选出来的议长，你不够格在这上面当我们的主席，请你下来。我们甚至没有主席，我们可以总质询。还因为两位议员连下这顺甚至无少，特别安尼拖100分钟，互原本表示要理性探讨市政议题议员，性地拢压起来。不过会中议长嘛无客气，回应是泼妇骂街。100分，还给别人玩，还要给我们8分钟，还要给我们8分，还要给我们8分钟。虽然医生交代我袂使受气，但是我看到这个无能的人坐伫遐做主席，我就受气啊！你是咧泼妇骂街吗？我在跟主席讲话，我昨天是很尊重你的，你不让我尊重也没关系。我想已经创了台湾自治史上的一个真好笑的记录。真好笑，不是真好看，真好笑的记录。两位议员拢曾经反对感情，其中议员洪玉峰因为哪里的冲突，目睭骨折，才拄届满2个月，医生拢特别吩咐唔通受气。不过一开始这顺又个破功。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
你到底什么是虚伪？有什么成语会当形容？上午总结顺嘛，成为议员带社会对官员的课题。其实议员就是要借此来批判市长忠正的心态。同时讲到赖市长任期后半段到底到要做好做慢，议员带社会更是一直追问，甚至冲到市长面头前。对此，市长都要回呛议员家己讲的甲做无同，会中对着议员的追问，嘛表示伊袂回答。议员带社会对民进党执政使人失望开始，就批评市长赖清德任内针对吴乃麟官司拒绝正议会，添加的严重野情以及蓝电地点的转变等等的单位，批评赖市长一贯无负责任的态度，甚至攻击伊用政治现金介入南回选举。同时，会中嘛引用脸书暗指赖市长心内一直想着利空，却是心口不一，一直对问市长敢是要做好做慢，甲市长爆发口角。今天想着2020放在心上就好。或许你不选啊，市长，我们现在不说那个是你，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承诺？台南市的市民对你那么的厚爱。你在这一任的市长能够做满做好，不做其他的想法，还是你把这个想法放在心上，也不说出来，让人家去揣测？你可不可以给我承诺，你能够做好做满，绝对做好做满，不会遗弃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去年你要求我下台，今天要求我承诺做好做满。问题是你不下台呀、你讲的那么真诚的嘞？你讲要退出政坛，你嘛不退出啊？你讲要退出政坛，你嘛不退，你就是不敢承诺你会做好做满呐、因为你有其他的想法，或者你有其他的想法，所以你有其他的想法，不然为什么你不敢说你会做好做满？这么简单的逻辑。这么简单的逻辑，这样有没有表里不一？你先跟乡亲讲一下。你为什么能够不敢在这里讲说你会做好做满？那么简单的逻辑，你不敢承诺，你不敢承诺。你要我下台，我不会回答你啊。来，你要不要做好做满嘛？你要不要做好做满？这是你的职责，你要不要做好做满嘛？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答案，你要不要做好做满嘛？第二议员蔡淑慧佮强调市长这位进前甲市长持续理论，市长也不断以抹黑指控来回应的过程。另外一边议员安玉峰也继续发言，对此议长赖美惠为了维持秩序，甚至脱口认同是国民党的拍手，再度引发不满。证据，蔡议员不要担心啦，我是要选台南永春台南市长的机会，就是有这种国民党的拍手议员，这真无理性，这个质询啦。你要不要做好？你时间到就会知道。为什么要你这个市长你有承诺吗？我当市长，我每天把工作做好。那是你主席，你北上主席，你现在做啥主席？你做啥来了？两位主持的议员联手对政治议题到市政的探讨，真来之顺，嘛互上午艺术厅会有20招。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有丰富歌唱经验，得过国内外大小小歌唱比赛冠军的蔡明琪，在咱台南嘛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在今日伊发行了个人第一张的台语专辑《落力》。当中第一批的主打歌曲《荷里杯》就唱出3种的情感，备受好评。现在带观众做回来欣赏。现场所唱的这届《落力》专辑的主打歌《荷里杯》，虽然是顺应采访要求，临时上镜头唱歌，但一点仔拢无出差错，依然展现出深厚的歌唱实力，将这首歌的情感表现了层次分明。这首《荷里杯》制作用心，也非常适合蔡明琪的声线，让人愈听愈入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琪 Miki。我的首张台语专辑终于发行了，就在11月28号、11月28号，请大家多多支持哦。那这张专辑的名称叫 Lola。那为什么叫 Lola 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乡下人啊，我们的很有亲切感，
就会跟一些跟邻居朋友说，感谢的话，比如说Lola 都虾，谢谢你们的帮助。那主要就是说，明奇要感谢我人生中的贵人，一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还有以及我的歌迷，你们追随我很久了，从我一路比赛10几20年这样子一路的跟随，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我终于发行专辑了，那你们要记得去买哦。好，然后跟大家介绍我的主打歌《Holy Boy》。这首歌是我们公司非常的用心，请了马来西亚的词曲创作老师为我量身定做的歌曲。那主要这首歌呢是在表达说，是公司给我的祝福，希望让我可以飞起来，可以一跃升天。蔡明启平常时除了练唱歌，嘛用家己的人生经验，家己写歌词，同时伊也教人唱歌。伊学生对3岁到83岁拢总有。伊认为唱歌是非常好的休闲，无论是唱趣味的，或者是唱比赛的，只要开嘴唱歌就是好代志。伊也讲起伊细汉时阵第一届参加歌唱比赛的经验。明奇呢，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看着我妈妈，因为以前年代都有那种，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什么伴唱机，可以有轮子拉，还有线可以拉出来麦克风。我每天看着妈妈在唱歌，那自己无形中在感染状态下，自己变得非常喜欢唱歌，那就偷偷报名了歌唱比赛。那没有人知道哦，连我妈妈都不知道。然后去比赛，然后第一次就不小心得了冠军。我自己也很惊讶，为什么得冠军？然后就在这场冠军的比赛中认识我的启蒙老师，那很感谢他，就是因为他开启了我的音乐的路程，这样子。有真侪首好听的歌曲，全部拢伫咧蔡明启首张台语专辑《努力》内底，民众伫咧各大唱片行拢会当买到。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先去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立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中华艺术可以在下30号举办艺术领航甲下作业计划，会中校园甲宾干委员嘛了解这一档来成果，包括伫马来西亚国际发明展的得奖，以及今年补助7个学生团队到国外实习等等。同时，现场嘛有侪学生团队所研发的作品，展现了丰富的教学成果。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这一档来所累积侪教学的成果。全部拢展现出来，包括学生参加国际比赛成绩、3+1的实习制度，以及毕业了后就业的方向追踪等等，向宾干委员做详细介绍。学校也针对教学上有优良成绩的老师甲学生颁奖鼓励。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很荣幸获得教学卓越大学。那我们获得教学卓越大学，不止拿到教育部的8000万的补助，好，那也因为这样各方面绩效成果不错，我们也拿到很多的计划的经费，我们计划经费几乎拿到3.7亿，啊，3.7亿，结果这么多钱，我们就更投入设备的更新啊。更投入老师的训练，我们把老师的教学呢引进哈佛个案教学的方式，把它训练成哈佛个案认证的老师，啊，结果我们也有哈佛个案的设备，所以要读哈佛呢，最近的就来华医就好了哈。
我们有哈佛等级的老师，有哈佛等级的设备。校长也带领宾港委员一一看过学生创新研发的产品，亲像是多功能的新型雨伞、厨房脱水清洁器具、热量指示杯等等。这届发表会除了展现出优秀的成果，也希望借此予学校的学生会能看到这样丰富的学习成果，进一步鼓励因爱更加用心打拼。单日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由台市旅行工会所主办的大台南国际旅展，在2月2号将伫南港世贸台南场展开，到时将会有300个单位，包括海外观光局以及国内外各大旅游业者，拢会推出各种的优惠行程，要互消费者抢便宜。大台南国际旅展是由台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所主办，规划国外旅游、主题乐园、国内饭店、品牌餐馆，也有美食伴手礼等6大专区。展览的内容优惠多元，是分嘉南地区相当具有指标性的旅展。而且这届更邀请了海外旅游业者做伙加入，让这届旅展优惠更加丰富。这一次的我看我们很多的相关的厂商也做了很有诚意的价位，比如说我们的长城线、欧洲线也下杀了4万块以下，还有我们的韩国线跟日本线也做了很大的调整，还有我们的香港线跟澳门线相关国外线的产品，他们很拿出了诚意，而且也准备了在整个今年的跨年可能时间上有点赶，在228档次跟过年档次都有留一些位置，来在这一波的最后全国的最后一档来做冲刺，所以我希望各位消费者能够好好把握这一次的那个机会。那还有我们这次有很多我们在地的饭店知名饭店的业者，他们的房价也有做很大的调整。我记得有一家酒店房价是8000多的，它也下杀到2900。大台南国际旅展有很多好康，值得各位消费者拨个空，在12月2号这一天，为期4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跟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利用这个档次跟这个机会来捡便宜。距离过年已经无够2个月，民众不妨来一转大台南国际旅展找好康，为家己的春节假期规划一个旅游的行程。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医疗资讯。1月62号有慢性病肾肾，因为正开大肿头、空喙拢已经烂去，医生建议爱截肢，才法度维持生命。不过最后转到安南病院，经过评估甲治疗以后，得过被截肢的命运。对此患者嘛满心的感谢，出面现身关怀。画面上这位肾肾士，唔通看伊行路无啥物异状，但是你敢知影？3个月前，伊的正骹曾经接近爱被截肢的程度，因为肾肾士本身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并且需要洗药剂。日前因为正骹大肌肿头出现坏死坏区的空喙，先到高雄的病院进行诊治，但因为血管钙化严重，无法度治疗。高雄的医生建议截肢处理，让肾肾士无法度接受。最后转移来到安南病院治疗，找到心脏血管外科陈伟华部长，使用血管扩张术，也有安装支架，将塌掉的血管拍通，并且成立慢性空喙团队，结合心脏血管外科、整形外科以及药剂科，经3科联合照顾，最后总算会当保掉肾肾士的正骹。我去伊遐洗肾的医生讲，伊爱顾起啦，尾仔想对治疗呢，陈医师啊，都厉害，个唐医师啊，都厉害啊，然后我还靠以后呀。科技之间的合作要能够像我们医院的这样合作的这么密切的，应该算是很少。大部分就是单科解决了，可能觉得不行了就把它截肢解掉了。那外科医师坦白说，对于内科的疾病的了解，绝对是没有像内科医师这么的深刻。像比如说内科医师，他对于血糖的控制、洗肾，然后电解质的控制这些东西，外科医师可能没有办法像内科医师这么的细致。所以呢，我们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内科医师。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讲脚的伤口其实就有像一盆花，
一盆花如果说没有浇水的话，慢慢的花就干死了。那脚趾头的也是一样，如果说它的脚下肢的伤口的动脉没有通过去，也就是说血没有办法送到脚趾头的时候，那这个脚趾头也就像是没有浇水的花一样，它会慢慢的干掉。所以如果血管没有打通，我们整形外科再怎么努力去处理这个伤口，这个伤口永远不会愈合，因为营养就是到不了那个伤口。所以其实像这样的病人，如果不是多科整合一起来，好好的来控制，好好一起来合作的话，这样子的伤口是没有办法被拯救。安南病院3冬来类似案例总共有466件，其中有一半拢是西药剂的患者。透过成立慢性康脆团队，联合3科医疗照护，已经成功救回440支骹腿。这款遐尼水的成绩单，已经伫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当中做成讨论，也互真侪国际上的医生来到安南病院交流取经，学习这款的医疗模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统计，早产的小朋友有一半机会会因为开放性的动脉产生缺陷，造成肺部大量出血。所以现在病院为了减少早产儿心脏开刀几率，所以积极来研究新的工的手术。伊现在已经会当用相当小的空喙顺利完成治疗，带大家做伙了解。早产的小朋友一旦有开放性动脉产生问题，往往会造成肺部出血。小朋友无法度正常喘气，甚至会危害到生命。新台病院因为长时间研究新的医疗器材甲新的手术方式，成功会当对骹部的血管进入到心脏附近，进一步关掉有问题的开放性血管。我们成大医院就为了这些有肺，尤其是危急的肺出血的早产儿，我们有信心、有经验，可以用心导管的方法，就是用大腿的地方呢，用静脉就是股静脉，然后可以股静脉的穿刺，然后把这个心导管呢顺利的放到开放导管的地方，然后将它的一个开放性动脉导管的关闭器顺利把它放置在那地方，然后呢放置好之后呢，再把它就是可以完全的，就是把它那个漏水的地方给它堵住。这就是目前来说心导管的治疗。那其实这个治疗并不是很新，但是做在早产儿的方面，却是在台湾来说，却是算是走在蛮前面的。台湾只有少数1、2家医院有在尝试的做。那我们成大医院在我们的新生儿科医师跟我们小儿心脏科医师共同通力的合作，所以我们的突破了一些很大的极限，甚至在小1000公克以下的早产儿，我们也都可以很顺利的完成这项手术。所以呢，可预期的未来，这些小的早产儿再也不需要开刀了。这项手术的技术，新台病院已经会当针对1000公克以下的婴儿进行治疗，嘛有成功的案例，造福了侪早产的小朋友。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低温天气，温度20度到26度，落雨9成。海面边管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月30日中间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